有仇必記，巨火擎羊。第2章蛛絲馬跡。接下來的幾天，程理生先花了2天時間跟蹤陳嬌嬌的行程，從她位於荃灣的寓所出發，到觀塘的排舞室，再到旺角的錄音棚，最後回到住所。表面上看來一切正常，但他注意到一個細節：陳嬌嬌每次出門都會不自覺地四處張望，有如驚弓之鳥。他在筆記本上寫下：受害者心理創傷明顯，騷擾持續半年以上，已造成實質傷害。第3天，林慕堅的報告來了，查到啲乜？程理生問。3個活躍嘅假賬號都係用太空卡註冊 ，IP 地址經過多重代理，最後一層落喺海外 VPN。林慕堅的聲音透過電話傳來，帶住一絲心不甘情不願的讚賞。對方好小心，唔係普通嘅網絡使用者，意思係你唔可以從網絡追蹤直接接到佢。但我查過呢啲賬號嘅活動時間，有一個模式，大部分留言同私信都喺夜晚10點到凌晨2點之間發出，週末就集中喺下晝、夜貓子或者日頭要返工。程理生自言自語。仲有3個賬號中有2個曾經用同一個支付寶賬號購買社交平台嘅推廣服務。林慕堅補充，支付寶賬號實名登記係一個叫余家朗嘅人。程理生嘴角上揚，果然係佢。唔好急，林慕堅澆冷水。呢個支付寶賬號未必係騷擾者本人使用，亦可能係被盜用，或者係其他人刻意栽贓。單憑呢點唔可以定罪。我知，但係呢條係重要線索。唔該晒左手堅。程理生笑着收起電話，開始調查余家朗的背景。29歲，理工大學計算機科學系畢業，現為自由工作者。社交媒體上活躍於攝影及科技討論區，擁有一個超過1萬人訂閱的 YouTube 頻道，內容以影音產品評測和技術教學為主。家境富裕，住在何文田一個高級屋苑。程理生花了整個下午瀏覽余家朗的社交平台，照片、影片、留言。這個人的工作看似多姿多彩，但其實幹的是技術活，就係 YouTube 上的也不是藝術家形象，反而是基礎紮實的實幹派。他不時上載自己的工作成品、婚紗照、產品攝影、航拍片段，還有許多條關於 3D 建模和 AI 生成影片的教學視頻。最新甚至有反黑客工具測評。在幾條教學視頻下方的留言區，程理生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：余家朗經常用同一個女性形象作為示範素材，那是一個年輕女子的 3D 模型，樣貌與陳嬌嬌有8-9成相似。下截圖保存，繼續深挖。在一個攝影論壇上，余家朗曾經發帖詢問，有 fans 留言想我測評一啲 spy cam， 邊度可以買到高質素嘅微型攝錄鏡頭，要求體積細、續航長，適合長時間隱蔽拍攝。貼紙的回覆中有幾個推薦連結，點擊進去都是售賣 spy cam 的網站。程理生將這些證據整理成文檔，心裏已經有7-8成肯定，余家朗即使不是親自下手，也一定與騷擾事件脫不了關係。他約了余家朗見面，地點選在旺角一家不起眼的咖啡店。程理生特意比約定時間早了半小時到，選了一個能看見門口的位置。余家朗準時出現，他身材中等，戴着黑框眼鏡，穿一件深藍色連帽衛衣，背着一個相機背囊，走路的步速不快不慢，臉上沒有什麼表情。余家朗先生，程理生站起來，余家朗點點頭，在對面坐下，沒有要握手的意思。程理生開門見山，我係私家偵探程理生，今日約你出嚟係想問下你關於陳嬌嬌被騷擾嘅事。余家朗的眉頭微不可察地皺了一下。我知道呢單案，珊珊我表妹同我提過，但我唔知我幫到啲乜。你知道陳嬌嬌被騷擾嘅具體情況嗎？知道少少，網上嗰啲黑料，仲有佢收到奇怪嘅禮物。余家朗的語氣平淡得像在討論天氣。好遺憾發生呢啲事，但我同佢講唔上好熟。程理生拿出手機，翻出幾張截圖，呢個係你社交平台嘅賬號，啱唔啱？我見到你用陳嬌嬌嘅形象做 3D 模型嘅示範素材。余家朗沒有否認，係我認我對嬌嬌有好感，亦都試過追佢，但佢拒絕咗。
我用佢做示範素材係因為佢嘅樣貌五官比例好，建模起上嚟比較容易對比，冇其他意思。你曾經製作過一個 3D 打印嘅公仔，內容係你同陳嬌嬌拖手嘅模樣。程理生繼續追問，嗰個係一個玩笑，我打印出嚟擺喺屋企，冇送俾佢，只係喺教學視頻度展示過。你有留意到？陳嬌嬌收到過一個 3D 打印嘅公仔，內容係一個男人同佢做出不雅動作。程理生直視他的眼睛，公仔上面嗰個男人嘅樣經過比對，同你好似。余家朗的臉色終於變了，他放下手中的咖啡杯，杯底敲在碟子上，發出清脆的聲響。程先生，我鄭重話你知，我冇做過嗰啲事。他的聲音依然平靜，但語速明顯加快了。嗰啲合成相、公仔，仲有網上嗰啲黑料，全部同我無關。我雖然中意嬌嬌，但被拒絕就拒絕咗，我冇咁下作。你有冇用航拍機偷拍過嬌嬌？有冇喺網上買過 spy cam？ 程理生不給他喘息的機會。余家朗愣了一下，我冇偷拍人，我買過 spy cam， 但嗰啲係我用嚟做產品測評嘅。我有一個 YouTube 頻道，需要測試唔同器材嘅性能。嗰啲微型鏡頭我買翻嚟拍完片就掉咗，從來冇用過喺其他地方。掉咗？係拍完就掉。我頻道有幾期內容就係關於呢啲器材嘅，你可以去睇。余家朗拿出手機，迅速翻出自己的頻道，遞給程理生。程理生接過來，確實看到幾條關於 SpyCam 評測的影片，上載日期早在半年前。每條影片結尾，余家朗都會把鏡頭拆解，然後應進垃圾桶，以示不鼓勵非法使用。這是一個意料之外的變數。程理生將手機還給他，余先生，目前種種證據指向你，我需要你配合調查。如果你真係清白，就應該歡迎我查個水落石出。余家朗深吸一口氣，我可以配合，但我有個條件，唔好俾珊珊知道太多細節，佢係無辜嘅，我唔想佢夾喺中間難做。OK。接下來的幾天，程理生幾乎把所有時間都花在追查余家朗的行蹤上。他跟蹤余家朗的日常路線，調查他的通訊記錄，甚至在他的車底裝了一個 GPS 追蹤器。當然，這是在取得了陳永仁默許的前提下，結果令他困惑不已。余家朗的生活規律得近乎乏善可陳，白天在家工作或外出拍攝，晚上要麼在工作室剪片，要麼獨自回家。他沒有避開監控鏡頭的舉動，沒有在深夜外出的記錄，更沒有任何可疑的社交活動。更關鍵的是，在程理生跟蹤他的這段時間裏，陳嬌嬌依然收到了騷擾訊息，對方甚至變本加厲，把一段用 AI 生成的影片放上網，內容是陳嬌嬌的頭像被嫁接到一個色情影片女演員身上。如果騷擾者係余家朗，佢冇可能喺我跟蹤佢嘅同時分身犯案。程理生在電話裏對林慕堅說，除非佢有共犯，或者你由一開始就揾錯對象。林慕堅說，今次你太相信證據啦。程理生、支付寶賬號、3D 打印技術、微型鏡頭，呢啲全部都只係間接證據。既然此路不通，不妨拋開現有證據鏈，純粹運用你獨有嘅辦案觸覺，重新梳理一下所有線索。你講得啱。程理生罕有地沒有反駁，我需要重新梳理所有線索。他翻出筆記本，從頭到尾看了一遍。陳嬌嬌中學時的事，月經暈倒的醜態，公開羞辱肥仔的往事，這些資訊有一個共同點，知道的人只限於當時在校的師生，這不是一個黑客便能夠獲取得到的材料。騷擾者必定是陳嬌嬌的舊相識。程理生的目光落在肥仔兩個字上，他撥通了陳永仁的電話。永仁，幫我查一件事，陳嬌嬌讀過嗰間中學，我要嗰一屆嘅全部畢業生名單，特別留意嗰啲體型偏磅嘅男學生。你又嚟呢套喎？陳永仁無奈地說，呢啲資料唔係話查就查得到喎，你欠我嘅。程理生說，電話那頭沉默了一陣，行，我盡量。2天後，陳永仁傳來一份名單。程理生逐個篩選，鎖定了幾個可疑對象，再逐一交叉比對他們的社交媒體、職業背景和近況。其中一個名字讓他停了下來，朱國華，中學時花名肥仔，現年22歲，計算機科學系在學，半年前開始在余珊珊的表哥余家朗的工作室做兼職。程理生將這條線索前後串聯，恰似撥雲見日，豁然開朗。他拿起電話。
撥給林慕堅，助手堅，我要你幫我查一個人嘅所有網絡足跡。朱國華，22歲，電腦科學系學生。又嚟，今次唔同，程理生的聲音帶住壓抑不住的興奮。我揾到真正嘅老鼠啦！